其實係開心嘅，即係事發生咗啦。既然，但係我可以做到幫到幾多人咧，我就會覺得自己開心。佢哋真係越幫到佢哋多，我係覺得係即係時間幾長做幾多嘢都好，但係真係覺得開心。希望佢哋盡量令到佢哋可以減少佢哋再使幾多錢啊，減少佢哋嘅再煩惱要點樣搭車啊，因為佢哋要去好多地方啊。咁變咗我盡量幫到幾多就幫幾多咯。烧的时候还是有点害怕会波及到我家里面，然后看见新闻上说也没有烧到我的那一座，也觉得还好。然后未来也应该是会在那里住，因为也买不起住不起其他房子。其實個感受真係有開心係幫到人，唔開心係有呢件事，冇呢件事就簡單啲咯。呢啲開心係唔值得，唔希望再有第二次。即係講真嗰句，呢啲開心係我自己係幫到人開心，就完全唔值得乜嘢咯。